若讲到澎湖，真侪人拢会想到石湖。这若是一个旅游的景点，嘛是讨海人掠鱼的工具。这个石湖用特殊的关节杆甲 U 型的线条落起，互这个鱼仔会当入去，袂当出来。当地有一个大学生对这项流传真久的老手艺真有兴趣，若一个去请教赖师傅，要安怎起这个石湖，嘛带了着甲伊同款有兴趣的大学生做伙来修复这个石湖，互人甲大海的感情更加亲密。这个线条真生美笑，嘛袂输是海洋女神无雪儿落伫海内面的破链。不过，这其实是海洋民族的共同智慧石湖。包括这个线条，互鱼啊有法度入来，无法度出去。不过用这款的工法掠鱼上慢，嘛互这项起石湖的工艺慢慢的失传。信号啊，系啊，爱做迄边的做较悬。然后那边要有一个消坡的弧度。对对。澎湖在地大汉的杨福珠，佫是一个学生，少年人却有一个老灵魂。对伊来讲，石湖毋那是掠鱼的工具，迄代表着人甲海的关系以及共同的意志。石头是死的，石湖却是活的，因为大影也是风台改变，也是歹去。第一年只有3个师傅愿意理我们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觉得会这一项技术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甚至是觉得怎么会有年轻人那么奇怪跑来说要学。伊一直说服老师傅，嘛带甲同款有兴趣的少年人做伙动手。是找回对这个文化的一个认同感跟成就感，那就跟他们度过1整年这样子，就是跟着潮汐做工的时间。这唔但爱出力，同时嘛爱动脑筋。好一个面就好。用安尼用讲的都走啊。嘛拄过当作无主人的石湖，其实是老太太跋倒，所以讲半年无去海边啊。等伤痕好去了，才去看，发现讲旁经过石湖，互因修理好啊。有人迄落，我就唔知嗰一年为嘅啦，我一日阵问这明年个人来为嘅呢。他已经93岁，他以为他看错，他想说他是不是走错地方，然后他没有想到，就是他50年前那一个画面，能够再让他这一辈子能够有在机会可以看到。修理石湖嘛是保记忆，互人甲海洋的感情更较亲密。